讲到昨暗6点外呢，这台铁区间车有一个70多岁老阿伯，可能是去便所回来伊的胃去放坐去啊，就和迄个乘客发生冲突。想袂到这个阿伯竟然做出想要背倒的动作。台铁表示讲，若真正把这倒啊背出来，依法上当会当罚到100万。 台铁3日苏七处区间车10时暗时传出压倒出来威胁的纠纷，一位70岁阿公疑似袂爽去便所回来，为着防占去，甲一位占位的乘客发生冲突，过程当中甚至有要压倒，互其他乘客真惊吓。 你有把整个拿出来吗？没有啊。你把这样整个盒子拿出来。对啊，这个干嘛？这盒子还在这里啊。铁路警察接到通报，上车甲这位乘客带落车，加载无造成伤亡。台铁公司表示会配合铁路警察侦办，若确定有压倒出来的事实，依法会当罚1万块以上100万以下。王姓民众从后背包中拿出置放于塑胶盒内之陶瓷厨师刀之行为，已违反刑法第305条恐吓罪。 自行交付与该厨师刀，予以警方扣押在案。最近几年，大众运输工具捌发生冲突，也是随机攻击事件。有人认为安全第一，先较远的。有民众表示，若想要反制，应该评估家己的能力。看他的体格吧，还有你自身的能力。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告诉旁边的人有这种状况，让大家脱离这个现场。怕危险吧？报警啊！就只有报警而已啊。 伫车厢内底，若拄到攻击的事件，爱安怎保护家己？无身躯的教练建议，爱避免甲手提武器的嫌犯正面冲突，会当利用家己手头的物件自我防卫，亲像用雨伞扭开距离，避免受伤；还是摕卡网、攀野来走动，会当甲外套绑伫手骨，避免直接伤害。比较重要的是在不要想去夺他的刀，或者是想要跨过他的刀去对他本人做一些攻击。这些事情我们被动的去进行，假设主动去进行的话，很容易不小心被他的刀划到，或者被他的攻击性武器伤害到。教练提醒，发生冲突的时，无经过训练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要保持冷静，利用手头甲身躯边的物件自我防卫，也当甲其他乘客做开反抗。都市新闻采访报道。